無用計較，快欣賞身邊美麗每一天，還願確信美景良辰在腳邊。嗱，咪以為我返工時間吞泡鼠出嚟唱 K 啊！我咁叻肩負重任㗎，幫大家去探展啊！第34屆廣州國際旅遊展覽會5月21號到23號就喺廣交會展館 C 區，一入嚟就發現精彩真係一波接一波啊！除咗可以喺巴士上面一展歌喉，入邊仲有好多寶藏等住你，關鍵係好多都係免費㗎！你睇廣東非遺展區，大師喺現場度 show quality， 廣繡、釘金繡裙褂，一針一線，全部都係手藝，逛到攰啦，整翻碗地道嘅廣府甜品，真係甜到入心入肺啊！國內有多個旅遊城市都過嚟擺攤喎，海南、西藏林芝、四川巴蜀、深州，個個攤位都叫你快啲嚟玩啊！我仲喺澳門展區度影咗張相添，4捨5入，相當於去過大三巴啦。出國呢度就可以實現信宜，尼泊爾、斯里蘭卡、俄羅斯，佢哋直接將表演團隊搬嚟現場，音樂一響，舞一跳，彷彿間仲以為自己已經出咗國添啦！現場仲有超多互動，飛拖鞋、擲印章換禮品，唉，不過可惜我技不如人啦，一隻都飛唔中，算啦，慳到就等於賺到。睇下現場有邊啲優惠嘅旅遊產品可以敲敲眼毛先。旅展特推嘅優惠產品可以話多到眼花，1999去北京5日，3999去俄羅斯，799蚊動車跨境遊越南，哇抵到咧！不過人哋有嘅我哋都有，人哋冇嘅我哋更加要有，我哋嘅產品都唔輸蝕㗎，5999 8日7晚青金大環線一價全含，仲有4480蚊5日4晚景德鎮住5星級酒店，帶你親眼見證震撼開窰，真正呼應翻今年中國旅遊日嘅主題啊！樂享品質旅遊，共赴美好山河。跟住我哋實冇走雞，記得關注廣東交通之聲星暢遊啦！